这我们把那个路的宽度量一下。对哦，对，好，你想，好，那个也量一下，这里好宽。对，那压到哈。那就是多少米5.7米。那个满脚下一步的大车，就是货车、错车的需要吗？满脚得到，错车是没得问题。不敢拿大，也大了后面来下面又是317国道。就村道这么长，一共规划了多少处那个错车道？现在村道是5公里多过来，然后现在我们是设计了22个错车道，几乎就达到200米左右一个。那干脆这样，把能够加宽的地方都加宽成错车道，彻底解决我们那个老百姓出行难的问题，方便大家驾车。对，那今儿下来我就去继续给施工方去谈这个事情。去年9月，我们顺庆原站工作组一行28人来到汶川，面临陌生的高原环境、恶劣的气候、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所以一方面呢，我们担心辜负组织的重托；另一方面，也担心辜负了藏区群众对我们的期盼。所以我们感觉到压力很大，经常是彻夜难眠，辗转反侧。面对初到汶川帮扶的迷茫，李建忠与工作组一起选择从最难守的地方着手，选择汶川县克枯乡木上村为帮扶点。木上寨无人来，吃土豆下青菜，是昔日贫穷木上村的真实写照。通村路窄，缺生产用水，缺致富产业，是木上村发展的3大拦路虎。我们最先呢还是有点顾虑，觉得那个山太高，那个贫困程度太深，帮扶难度太大，我们还是有点打鼓嘛，就是给我们讲了他们那个现实状况和对我们帮扶工作的一个期望。所以我们当时那个县委书记和我们一起商量，就说我们既然组织交给我们帮扶任务，我们要帮就要帮最困难的，要做就要做最好，做得最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把那个任务领了。来到木上村，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这个被称为云朵上的枪寨，村道险恶，通行不便，用水奇缺。这既是全村老百姓最大的心病，也是村困民穷的最大根源。怎么办？组织把我们派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我想，再困难，我们工作组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打通村道，解决用水问题。慢点，慢点。来，这个拉带给我看一下这个。那个把一下。是有点高，有点怕。有点高。这个地方确实还是高哈。我们这个地方施工起来难度也确实大。要啃木上村这块脱贫硬骨头，眼前悬崖峭壁，李建忠克服自身的恐高，成为了他自己眼前的第一块硬骨头。好，木上寨这条公路呢，以前非常窄，仅够一辆那个小石轮车通过。路面呢也比较烂，安防设施也很破旧，安全性呢也很低。确实，我们第一次感觉来就是真的是山高路险了，腿也在打闪。以前的路的道路设施是相当狭窄的，从莫山村到汶川县城是15公里。以前路烂的时候的话，开车下来几乎要1个多小时。要致富，先修路。李建忠与工作组立即筹措资金，为木上村拓宽硬化通村道路，满足木上村安全出行和产业发展需求。路修好了，有了产业发展的基础，李建忠与帮扶工作组为了解决木上村集体经济空白的问题，利用木上村荒地整理了80亩的青红翠李的果园，栽种了6000株青红翠李。就是通过那个栽种呢，一个是给老百姓做个示范，
二个是解决我们阶梯经济空白的问题。通过近1年的发展呢，我们那个阶梯果园呢，通过协会带动，引进龙头企业经营，已经实现收入45000元。同时呢，我们带动老百姓形成20多个家庭果园，也影响了我们周边周大几个村的产业发展。原来我们这边是，我一个树子2年都要挂果哟，等不到3年了。我说这样管理一下，现在2年挂得了。我估计明年均1年嘎。明年又要开花了。根据他的收益，逐步来增加，不是简单的我把那个地流转给你，每年交4万块钱就完了，那个都那个。还要在这里头呢。哦，在你的收入当中，你还提起10%，交给我。你比如说你300万，你今天你给我交30。现在村道通了，产业果园建起了，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果园，但是出入果园的产业道路不通，成了自由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怎么办？还得给他们修一条产业路，这样才能方便我们的水果运输，把这个产业持续发展下去。但是修建产业路要占用一部分村民的土地，还是很难。我想呢，再难也要克服下去。只要我们做好群众的工作，相信这条路一定会修通，老百姓的思想也会通，我们木上村致富的通道就会被打通。这个一砍一砍的，那个有点高啊，搞不好有点麻烦修建这个就是。哦，就是那个坡度上。不是的，它一抬一抬那个。哦，一抬一抬的。一抬的那个高度。哦。所以它那个侧 S 型，它就降坡嘛，相当于降坡嘛，从那边斜上，那边斜上。然后把那个坡度降下来，能够满足我们那个3轮车，它那个通行，并且它也保持它那个安全性。但这种呢，就3轮车上来呢，一个是主要是取决于采摘，以后还有个便于施肥。和各方面你拿点东西啊。还有个不，你在修的过程中，你坡度一定要放缓。我们那个一个那个台阶都是有2米多高，2米、3米、4米都有。3、4米都有，就是你就是把坡度要降下来，嘎。啊，你3轮车到时候。所以那条路可能都要修得长一点，不然那边是600米，那边肯定要至少要800米，修800米。那这个样子就好办噻，你这个肯定就这个直线距离就拉得长了噻。哦，对。然后这边也就长，其实就几乎就中间就覆盖得差不多了。哦，对。不得了。就是。完了嘛。这个距离1000多米。哎，你呢？我先给你们反映一个问题哦，你们这个修路这把你吃这些挖来吧，你话管也不管，你这个咋处理啊？我？那不管了，肯定要管噻。哎，一直我等了好久，我专门下来看你们下这么久了，我就一直等你们这么久。看我这个咋整啊？这个现在要管，一个是我们这个水池，其他地方我们统一有规划；二一个那个老百姓涉及到他那个的该赔偿的要做适当的补偿。我们老百姓就现在话是泡水，水挖烂完了，你看嘛，现在我们以前去泡点水都没法，你看嘛。好，新工程在高头，马上就修好了。好，能够保证他们用水。好，你放心，给他们做好解释啊。等了好久了，你看这一直不给我处理，你看嘛，你弄这些现在的工程都完了，你还不给我处理，你看。工程做完了，都把那个问题解决好了。好，你放心。没问题。对。不是。要不然主任。要得，我处理。哦。这儿完了，马上就给你们弄。你不会来嘛？你新水池打起来，这个就是一模反应啊。哦。你而且我烂完了，你看嘛。你路也太。对，那个保卡也要给他砌好。哦，好。你们再不给我处理，你路就变我修，不修我把路断了那就。啊，你放心嘛，主任下来马上把它解决好，你放心。那我就贴近你们了，明天不处理我又要短你们了。确定了方案，产业致富路就在眼前。然而，被占地村民的助攻难到了李建中的帮扶工作组。就是修产业路那个占地这一家嘛，那我们去做点工作。哎呀，在我头上。在我头。这儿这个是我们原件的那个李队过来在这我头过来看一下。哦，正在忙噻。哎，
这个我们木上村那个阶梯产业园修起了，我们准备到那个果园修一条产业路，想要占用你一点地，请你支持一下哟。不够，我们地少，那就不得了。大家去看哈，这个阶梯产业园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产业园，大家都有益。这个路修好过后，对你也方便，大家都方便，要考虑长远一点的哦。不够，不够，你第二听都说。哎，这点工作不好做啊。没事没事，我们多做几次，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预算下来过后，我们再摸一下大家的情况，根据这情况来制定一个解决的办法。对，那我们下这个给他实际就做下工作摸下底。为了能让产业道能顺利建设，李建忠与工作组连夜召开会议，寻找解决方案。要得，今天我们开一个诸葛亮会，大家把我们这个木上村产业道路的修建情况，我们一起来扯一下，看大家有些啥情况，在会上做一个介绍嘛。来，我来先汇报下这个产业路的建设问题。产业路从这儿下来后推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有6、7个人在这个地方他一直主攻。我们现在做了7、8次工作都没起到作用，这个下来不啷搞哦。再不个在这个进度就推不走了。可不可以调整线路呢？我认为不得行。原来考虑过从这山寨修下来，但这边农户很少，受益程度低，同时坡很陡，用的钱很多。我觉得还是技术工作把它修走。那修路也是为了他们，反正现在通村公路也已经修到他们门口了。如果那几户群众他确实不理解、不支持的话，那我就觉得我们要不就不修了，反正那个路能修到哪就修到哪儿。话也不能这样说哟，这个产业路毕竟是我们老百姓致富的路，修肯定是要修的。老百姓当然目前看不到这么长远，我们还是要下来过后再多做工作。相信呢，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一定能够把他们的思想工作做通，他们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下来过后，我们工作组多深入下去，做好相关的工作，力争把我们那个产业路顺利的修好、实施完。产业道建设方案不能改，李建忠决定继续从群众工作入手，要让老百姓看到修路的益处。大姐，今天我们又来找你做工作了。你看嘛，那个产业路的方案我们已经定了。必须要从你家那个地过，要占用一点地。这个产业路呢，对全村老百姓都好，对你也好。今后我们的果子、产业产品运出去都不用再用肩挑背磨了。你看这个对大家都好啊。你们都来这么多次了，全村老百姓同意我就同意。为了老百姓的发展嘛，就都同意我就同意，就没得啥子，全部都同意我就同意了。对了，为了我们村寨发展嘛，大家团结起来嘛，把这个自己的路修好。一次次到村民家中做工作，一次次的不理解，李建忠和工作组没有放弃。产业道和3条采摘电道得以顺利实施，真正为木上村村民解决了生产和销售最后1公里的问题。我们总的这个青红村里呢，其实我们就一直就是过背嘛，从地头背下来很远。现在他们把我们的产业道路给我们修通了，我们现在就用车子拉，很方便。感谢你们，感谢男同事、陈情区的担负我们的同志们些。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村寨的现在路也好了，水池也建设，灌溉水池也算就基本上能覆盖老百姓的需要，那个产业也起来了。等在他们的帮助下呢，我们老百姓也看到了希望。我们这边工作组线上以县政府的名义和我们这个内地的一些水果批发市场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那么你们能够给他们组织多少货呀？水果价格是怎么样？
价格怎么确定？这个价格那个商量这个确定机制怎么样？那么基本大家如果同意和人家合作，你们就要和人家确定一个价格的那个基本的价格。也就是说，你不能想我今天比如说我汶川今年销售市场行情好，我可以卖到8块10块，人家或者那边给我们定5块，我就不卖给他，那今后你们这种你就没法持续。你如果你那个行情比较差，比如说你那边只卖到3块，人家也按5块收购，所以那种机制上，你们一定要和他们建立一个那个合作的机制，也就是我们大家在那个利益分配上要找到一个结合点，要以丰补欠，也就是今年我们行情好，有可能他就要赚点钱；如果今年行情撇，那他就要补一点钱给你，就是要达到这么一种机制。首先，我们现在集体经济这一块和老百姓这个产业这一块标准化总结儿，这个主要就有2大难题，是一个啥技术方面的问题。技术方面有个问题，肯定到时候还是要希望那边要担负一下这一块。然后还有个老百姓总结问题，总结问题现在这个覆盖面这么大，覆盖面这么大的话，以后的话涉及到就是销售总结这些都在里头包含进去噻，对吧？这个也是个问题。然后这边我们还有个那个销售统筹这块，销售统筹这块，可能以后给那个南仁冲对接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时候就有存在个这个问题。像假如我今天有2万斤、3万斤要销售出去，但你们那边呢只能承受1万斤，所以我们升到这部分，看要通过啥子渠道来给老百姓把这些问题把它解决出来。你们把那个水果收获完了过后，估计在12月份嘛，要组织专门的培训，来提高我们大家对这个果树的种植、管理、修枝方面的技术和水平。所以，请你们要选出来你们有这方面的爱好，有这方面的那个基础的年轻同志，来参加，争取成为我们木上村给你们留下一支不走的技术支撑队伍，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大家担心的那个销售问题，我今天给大家提了3个方面的途径。一个是我们那个合作社要发挥这个组织、联络、销售这个主渠道的作用，多方面去联系那些水果批发市场和销售商，来减销售我们木上村这个水果问题。第二个，我们也要利用我们那个顺溪和汶川水果这个产业互动那个协议的作用。那么我们推动我们本地方，就是顺溪这边的水果批发市场和我们的销售，来解决你们的这个水果销量问题。第3个就是我这是不是我们村上要修那个电商销售服务站，那么能够是在网上销售一部分，同时我要把那个阿坝净土，就是他们在京东这个销售网站这个平台也要给你们开通，让他们把我们木上村那个水果基地作为他们的销售生产销售的基地，让他们也帮助你们在网络上销售一批。我想通过那些途径我们大家担心的水果难销的问题，一定会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木上村产业发展起来了，怎么让产业持续发展，让老百姓的水果真正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年来，南充市顺庆区实施帮扶汶川项目28个，投入资金1500万元。李建忠和27名援藏队员扎根到汶川县产业发展、基础建设、民生改善、精准扶贫等各方面工作中，
推动了汶川县各方面的发展。我主要是负责教育这块的工作，然后我们过来主要落实是全县的1村1幼的建设、联盟学校建设和信息化建设。1年来，我们实施了大坪救助、3建5改、高半山村的这个错车道工程，目的是为了让汶川的群众都能够尽快的脱贫，能够尽快的过上有品质的生活。我们大量的工作就是做那个农村饮用水的这个项目，农村饮用水，它那个主要是保证那个农村饮水安全。然后今年子这个，就是9月份，就是8、9月份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次那个汶川所有贫困村的那个饮用水，就是37个贫困村的所有那个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检测。作为一个汶川人，站在汶川的角度，我们来思考汶川的事，做汶川的事，说汶川的话，了解汶川的百姓，爱上汶川那块土地。我认为那就是一种原创精神。下一步啊，我们将积极投身汶川康养转型这个的经济发展这个热潮中去，把这个康养汶川这个推向更深入、更好的发展。那么我们想啊，利用我们这个顺情帮扶汶川，那么南充的人口资源的大势的影响，这个积极的开拓南充这个康养旅游市场。对口帮扶1年来，也真的让我真切的感到，就是做好对口帮扶工作，一定要走进群众的心里，用脚走进群众的家里，用心去走进群众的心门，用实干去干群众最盼的事，用实干去做群众心中最想的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缔结藏汉、羌汉一家的亲情，实现脱贫奔康的梦想，去帮助老百姓千百年来他们想实现的愿望去实现。所以这一次，在10几公里甚至更长的距离，从很悬崖的一个陡坡山上把水给引过来，所以老百姓的感受，水电路通了，产业帮助他们发展了，然后我们的整个转型发展他们也助力。所以我觉得这一支队伍，他们不仅仅是一支援战的队伍，他们还是一支不走的，在汶川播撒我们南充跟顺清爱的种子的一个爱的天使的一个使者。这一群队伍，汶川不会忘记。我们汶川的县委县政府，包括我们的所有受过他们帮助的这些受援的这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们。